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這是大畫家高更對上天的追問。生活在命運長河裏的我們，也許早就忘了這個作為人類無法看清的問題。在西元前6世紀的古印度，佛陀卻在菩提樹下悟到生命的真諦。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換來今生的擦肩而過。他給了眾生一個解釋，一個緣由，只是簡簡單單的2個字：因緣。正是由於前因果報成熟，佛的慈光才開始普照東方大地。漢明帝永平8年，西元65年，中國有了佛教傳入的正式官方記載。從此，佛的教誨在他來到500年之後，傳到了一山之隔嘅禮儀之邦，在這裏扎根、發芽、開花、結果，然後把種子撒向周邊的土壤。而漢傳佛教在中國2000多年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中，曾湧現無數傑出的人物，他們當中有高僧大德，有善男信女，甚至有帝王將相，在人類歷史上寫下了佛的教義，種下了一顆顆善的種子。當今社會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人生就像一場無窮的競賽。在這水深火熱的競爭中，有人難免會有偏激的行為，縱情享樂，聲色犬馬，逃避道德和良心的約束。但係信仰就像是生命的一盞明燈，讓這群迷途羔羊找回來時的路。信仰是自身約束的力量，在生命的無盡輪迴中，給予我們一個堅定的期待。今生種下善良的種子，來世必將收穫愛的果實。我們人人皆有佛性，命運就在自己手中。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信仰，就會陷入混亂的迷惘和過度的狂熱。佛教並不是一種讓人狂熱的信仰，更多時候要求嘅只係一種平靜和順從。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被環境和物質所左右，唯一所能平和的只有習佛的心。弘揚佛法，發明心要，未必需要尋章摘句、拘泥形式，用淺顯通俗的語言來頌揚佛教真諦，敘述一個個經典的故事，來警惕世人轉迷為覺、明心見性，也可謂是一件莫大的功德。為了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古奧的佛教，本書將透過文學形式向人們展示漢傳佛教的100個經典故事。每一個故事都是在依據佛教基本論點和佛教事實的前提下，對人物和事件進行描述的，使之達到真實性和故事性的和諧與統一。本書選取了中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佛門人物，以及最具典型意義的佛教事件作為陳述的主題，並按照漢傳佛教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階段進行分類，脈絡清晰順暢，文字通俗易懂，鮮明活潑，
可以滿足不同文化層次的讀者需求，在內容上最大程度上選取佛教典籍中最精彩的故事，以啟發人們的智慧和愛心。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希望美善的綠蔭覆蓋大地。佛陀與我們同在。西極之國有天人來，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為眾苦之所不到也。清張朝幽夢影在《列子周穆王篇》中曾講述過一個故事。在周王朝時，有化人遠從西極來訪中國。故事中嘅西極指嘅係印度，化人指嘅係佛陀嘅弟子文殊、目連。列子所講嘅嗰個化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能穿牆過壁，排山倒海，能搬移成邑，升上虛空，千變萬化，不可捉摸。他既能改變一切東西嘅形狀，又能改變人們嘅心理和念頭。周穆王非常尊重他，將其奉為天神，寧願把自己嘅宮殿讓給他住，用最好嘅飲食來供養他，同時又選擇最美麗嘅歌女來供他娛樂。但係嗰個化人卻不為所動。他認為周穆王嘅宮殿鄙陋，不可以居住；佳肴腥臊不可以入口；歌女臭穢不可以親近。周穆王見狀，為了博得化人嘅歡心，不惜花費重金，在終南山上建築咗一座華麗嘅宮殿，取名為中天之台。他還挑選出最美麗的女子，塗脂抹粉，穿着最合時嘅長裙，灑滿了香水，配上環佩和瓔珞，每行一步，環佩嘅聲音就叮叮當當響起來，處處奏起音樂，朝朝獻上佳肴美食。周穆王以為咁樣化人就會心滿意足啦，估唔到化人仲係唔願意住入去。一日，在宮廷嘅宴會上，化人帶住周穆王上遊天宮，佢手執穆王嘅衫袖，一路上升，來到化人嘅宮殿。只見宮殿金碧輝煌，四壁都係用黃金和白銀建築而成。宮殿裏面裝飾着珍珠寶玉，它的高度超出雲雨之上，猶如建築在一方虛空之中，漂浮在一片浮雲之上。周穆王在化人嘅宮殿入邊不知住咗幾十年，簡直樂不思蜀。後嚟化人又帶佢往遊別處，所到之地，上不見日月，下不見江海，只看見光芒四射，照得他頭昏眼花。四處充滿咗音樂，如同天籟之音，使得他心神恍惚，四肢百骸仿佛要解散一樣。周穆王支撐唔住，就請化人帶佢返回人間。當佢睜開雙眼，
卻發現自己還坐在剛才所坐的椅子上，服侍佢嘅人還是剛才跟隨左右的人。桌子上的佳肴尚有餘溫，杯中嘅酒精仲未有澄清。周穆王驚奇咁講：呢一剎那就過咗幾十年了。化人話：大王，你不過係神遊天宮，身子仲未移動過呢。被譽為大賢至聖先師嘅孔夫子對化人尊崇備至。一次，吳太宰熙問孔子：夫子是聖人嗎？孔子說：我不敢稱為聖人，只不過學識多一點罷了。太宰說：三王是聖人嗎？五帝是聖人嗎？孔子答：三王只不過是善用智勇，五帝只不過是善用仁義。太宰說：那麼三王可以稱得上是聖人了吧？孔子說：三王只不過是因時制宜，至於是不是聖人，我不敢確定。太宰瞪住雙眼問：照你咁講，邊個先係聖人？孔子莊重地回答：我哋中國嘅西方有個大聖人，不需自問而民不亂，不需多說話而人民都信仰他，不需教化人民而人民就會去實踐。佢嘅崇高偉大真係不可思議。我認為佢先稱得上係個大聖人。由此看來，我國在周朝就已經知道西天竺有佛出世了，只係唔知道佛呢個名詞而已。小知識：漢傳佛教。傳入中國漢族地區嘅佛教，經過長期嘅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嘅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至朝鮮、日本和越南。主要宗派有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禪宗、華嚴宗、密宗。佛經東來，欲化始皇，復講如空，利益一切，離一切相，度一切故，如彼金剛遍滿一切，故云譬如金剛遍一切處，金剛論等遍世界故。對法論。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學術界如孔、孟、魯、墨等國家學說，雖然隱隱之間含有佛教思想，但係仲未有顯著嘅跡象。到咗秦始皇即位4年，西方國家才正式有僧伽釋利房等18人攜帶佛經來到中國嘅咸陽宮。當時嘅秦始皇少見多怪，睇到佢哋嘅相貌服裝同國人唔同，以及行為上嘅種種差異，就將釋利房等人囚禁起嚟。其實以秦始皇焚書坑儒嘅餘威，囚禁10幾個僧伽又有乜嘢稀奇呢？不料當天晚上，有個1丈6尺高嘅金剛神打破牢獄，將所有僧伽都放咗出去。秦始皇大驚失色，只好向佢哋叩頭禮拜，以口禮送出國境。雖然當時仲唔知佛法僧嘅名字，但秦始皇嘅大名卻從此傳到西域諸國去啦。若是按照西曆計算，釋利房到達中國嘅時候，應該係西元前243年。
印度嘅阿育王喺公元前246年就已經派遣僧騎1000多名，攜帶佛經，分往各地去傳法。派到外國去嘅，東至緬甸，西至大夏，南至錫蘭，北至東亞細亞。喺嗰個時期，色利王等18人極有可能就係阿育王帶來嘅。但係色利王等人點解又會先到咸陽宮嚟呢？原嚟佢哋從印度嘅騎摩留波國向東行，只需要2個月嘅路程就到達四川，再從四川到咸陽。呢條路線係唐玄奘喺印度時打聽到嘅。昔日老子騎青牛西出函谷關，亦曾經過流沙、嘴門以及卑馬城，其路線亦係從四川出發。老子風燭殘年，卻不願安居於中國，竟要長途跋涉西往印度，可見佛法嘅魅力。有人話老子係西域人，俗話說落葉歸根，老年人往往會思念故鄉，結果佢走到卑馬城，就喺嗰度歸天啦。呢條路線崎嶇難行，日子久了不免荊棘滿途，後嚟就唔再有人喺呢條路線上往嚟啦。釋迦牟尼嘅時代，約當西元前6世紀中葉，正係我國春秋時代，與孔子同時。佢係當時騎毘羅國國王嘅長子，父親名淨飯，母親名摩耶。喺樹下休息嘅時候，生下咗悉達多王子。悉達多姓係喬達摩，因為佢屬於釋家族，人又稱佢為釋迦牟尼，意思係釋家族嘅聖人。天硯地王參禪之始，林間松韻，石上傳聲，靜裏聽來，悉天地自然明晦，草際煙光，水深雲影，閒中觀去，見乾坤最上文章。佛家禪理。列子這本書有優美的文字，有精深的道理，可以說是開中國佛教參禪嘅先河。據列子記載，昔日老成子曾經向允文先生學習過幻術。幻術二字喺佛教界謂之神通。老成子既然拜允文先生做老師，因而在允文先生門下服務咗3年，但允文先生並冇將修學幻術嘅方法教俾佢。老成子心想自己一定有過錯，老師先唔肯教佢，於是就向允文先生請辭，返回自己嘅家鄉。允文先生睇見老成子執意要走，就將佢叫入房中，秘密地對老成子講：我曾經跟從老師學道，老師西出函谷關嘅時候，先回頭對我講：世間萬物都係幻化而嚟嘅，宇宙間嘅一切係由陰陽變化出嚟嘅，世人稱之為生死，或稱之為生滅。但係嗰啲已經參透咗宇宙秘密嘅哲人，卻能將種種物體嘅表狀改變過嚟，世人就稱之為幻化。當然，宇宙人生嘅道理好巧妙，好深奧，唔係輕易窮究得出嚟嘅。如果人為咁去改變佢嘅原型，則佢嘅巧妙處就比唔上天然嘅東西。故此，雖然能夠以人工幻化出嚟，終歸係隨起隨滅。徒弟啊，呢一啲都係老師告訴我嘅。如果你覺唔到幻化等於生死，咁就可以學幻術啦。我同你都係幻化出嚟嘅，何必要追根究底呢？允文先生講完之後，老成子就束裝上道回家去啦。佢回到家之後，日夜思考允文先生嗰番話，以至於思考到廢寢忘餐。如此
思考咗3個月之久，恍然大悟，竟能操縱自己嘅思想。要打妄想嘅時候，任由佢去打；唔打妄想嘅時候，就一念不生，心裏好像雲霄月朗，安閒自在。從此得到神通，能改變天時，變化陰陽。冬天能起雷，夏天能降冰。飛者會善走，走者會善飛。老成子將幻術學成之後，終其一生都冇向人表演過，亦冇著書立說。至於方法如何，後世早已失傳了。以上一段可以講係密傳心要嘅文字，喺表面睇嚟，所謂終身不着庭術，後世莫傳言一句，好似真嘅已經失傳，其實已經傳咗出嚟。正所謂佛祖拈花，迦葉破顏，就係參禪嘅要訣。蘇東坡對禪宗情有獨鍾，歷久彌堅。禪宗透脫無礙、隨緣人運嘅人生哲學，使得蘇東坡喺種種危難困厄中都能保持通脫無礙嘅姿態同積極樂觀嘅信念。佢曾經喺東坡居士過龍江流一偈中盛譽禪宗，所得龍江竹2竿，辭歸嶺北賣人行。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18灘。白馬馱經傳報東土，胡非獅子類，登非日月明。慈無懼海量，幼無宋玉榮。法雲垂世界，法雨潤群盟。顯通稀有事，處處化群生。攝摩騰的偈語。漢明帝永平8年，西元65年，漢明帝夢見一個金色神人，身高1丈6尺，頭頂嘅圓光好像日輪一般，從空中飛到面前，光芒四射。明帝驚醒之後，把夢中所見告訴文武百官，叫佢哋占算一下夢中所示嘅祥瑞為何。太史公傅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覽群書，久經世故。佢向明帝奏道：臣按照《周書義記》所載，周昭王24年甲寅4月初8日，剛天亮嘅時候，忽然吹起一陣大風，將宮殿樹木吹得震響，江河山泉以及水池忽然漲滿，甚至井水都漫咗出嚟。晚上又有5色光氣射入太微星空，星光遍照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以呢一種瑞相問太史公蘇游，蘇游奏道：現在有一個大聖人生在西方，故此天空之中出現祥瑞。以神計算，1000年後佢嘅聲教先會傳到中國。周昭王命人將呢件祥瑞事蹟刻喺石碑之上，埋在南郊天池之前，以留後世。今陛下所夢見嘅今日，大概就係西方嘅大聖人，其名為佛。以年歲計算起來，今年係辛酉，已經1010年啦。明帝聽咗十分感動，立刻派遣中郎將蔡鍔、博士弟子秦景、王尊等14人前往西天竺。這一行人中途喺大月氏國遇到2個梵僧，一個叫做攝摩騰，一個叫做竺法難。蔡鍔等18人請求攝摩騰和竺法難渡過流沙，把佛經同佛像用白馬運到中國。到咗洛陽之後，
嗰兩個梵僧前去朝見漢明帝，明帝十分歡喜，請佢哋暫且住喺鴻臚寺內。後嚟又喺洛陽城西嘅雍門外建築一座騎欄，以白馬馱經之調取名白馬寺。一日，漢明帝問道：佛陀降臨世間，點解佢嘅教化唔到中國嚟呢？折摩騰答道：天竺嘅騎毘羅衛國位於3000大千世界100萬萬個日月嘅中心，因為過去諸佛、現在諸佛以及未來諸佛都喺天竺國出世，甚至天人、神龍、人鬼，凡是有願嘅以及有修行嘅，也都在天竺出世，以便就近接受佛陀嘅教化，容易悟道。至於其他地區嘅眾生，或許沒有福德因緣，不能感受到善果，因此佛陀就唔到嗰個地方去託生。但係佛陀嘅慈光所照之處，或者有些在500年後，有些在1000年後，有些在2、3千年後，那時都會有聖人去宣揚佛世尊嘅身教，去化度他們。佛陀具有平等大悲、不捨眾生嘅精神，其教化嘅流傳不過是時間嘅早晚而已。漢明帝聽咗，不覺龍顏大悅，又看到他們帶來嘅丘田王所畫嘅釋迦牟尼像，同夢中所見過嘅一模一樣，於是更生敬重之心，便使畫工照樣畫咗幾幅，其中一幅掛在南宮清涼台，一幅掛在高陽門嘅顯節壽陵上供養，又使人在白馬寺嘅牆壁上繪畫出千乘萬騎嘅人物圍繞住佛塔3重，同時又請攝摩騰和竺法蘭翻譯佛經。佢哋最初譯出42章經，後嚟又譯出十地斷結經、佛本生經、法海藏經以及佛本行經，但因兵荒馬亂，譯出嘅經典全部都遺失啦，只有江東仲有42章經，而42章經就係傳入中國最古老嘅佛經。喺竺法蘭譯經期間，有啲官員同學者問道：從前漢武帝開作昆明池時，從池底挖出黑灰，當時漢武帝就此事詢問博學多聞嘅東方朔。東方朔說：呢種灰無書可以查考，只可請問胡僧，胡僧或許曉得。現在大師從西域嚟，請問呢種黑灰是什麼東西？竺法蘭說：哦，呢個係劫灰，因為世界要毀滅嘅時候，劫火遍滿虛空，把這個世界燒壞了，才留下這一種黑灰。當時嘅官員以及學者因此才覺唔到東方朔嘅話係有根據嘅。當時嘅道教十分盛行，道士們害怕佛教興盛之後，道教就會被人們輕視，因此對佛教十分排斥。越岳道士祝善信等1200人上表朝廷，要跟嗰兩個梵僧鬥法。漢明帝徵求兩個梵僧嘅意見，梵僧答應咗，明帝就批准道士們嘅表文，准許佢哋跟和尚鬥法。明帝召見尚書令宋養，吩咐於元月15日將所有道士集中喺白馬寺，又喺南門搭起3座法壇，所有道士嘅經典共369卷放喺西壇上面，所有27家嘅諸子百家書籍共235卷放喺中壇上邊，所有祭祀百神嘅供品如三牲之類都放喺東壇上邊。漢明帝又搭起一座行宮，喺寺門嘅西邊安放住佛嘅舍利，
以及梵僧帶嚟嘅佛經。鬥法嘅第一個內容係和尚與道士辯論。提到辯論，道士當然辯唔過和尚。佛教有4種辯證法：第一係現量，第二係比量，第三係聖言量，第四係神通量。除咗呢4種量之外，仲有一種係所知量。若是跟人家辯論，就要用比量。2個梵僧之中，竺法蘭擅長一門學嘅3支比量。嗰啲道士們因為不懂得辯證方法，點會辯得過竺法蘭呢？鬥法嘅第2個內容係比神通。講到神通，攝摩騰已經係一個阿羅漢。羅漢有6大神通：第一係天眼通，第二係天耳通，第三係他心通，第四係宿命通，第五係神境通，第六係臨盡通。鬥法剛開始，就有成千上萬嘅官民潮湧而來。漢明帝叫人把佛經放喺寺門邊嘅西壇上，把道經放喺中壇上，壇下各燃起一堆大火。嗰啲道士們繞住法壇哭着禱告。當今皇帝信咗邪教，因此請出真經，用火考驗，敬請天尊和大仙顯聖保佑。怎曉得中壇霎時之間烈焰飛騰，所有道經全部化為灰燼，而西壇上嘅佛經越燒越係放光。火焰熄滅之後，佛經一無所損，如同初。這時攝摩騰升到虛空之中，坐上大蓮花，隨風往來，或升或降。滿朝文武城鄉內外，萬萬千千嘅眼睛莫不仰望，歡呼之聲震動遐迩。那些道士們並非沒有神通，在沒有開始鬥法以前，正係元宵佳節。有啲道士能喺空中行走，有啲道士能係水上往來，有啲會穿牆過壁，有啲就變化莫測。洛陽城中嘅老百姓家家戶戶焚香禮拜，都說佢哋係真仙下凡。連漢明帝亦以為和尚鬥唔過道士。可是到了鬥法這一天，升上虛空的會跌下來，行在水面的會沉下去，空牆牆不穿，撞壁壁不透。告了幾十聲的變變變，腳總是變不起來，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道經被火燒毀，無法挽救。這時只見攝摩騰升騰在虛空之中，一個變作10個，10個變作100個，100個變作1000個。滿虛空都是攝摩騰，滿虛空都是天花，滿虛空都是音樂。佛的舍利在此時又放出五彩的奇光，在虛空之中猶如羅網一樣，籠罩住整個會場。那些道士們猶如耗子遇見了貓兒，動彈不得，當場氣死咗主善信、費叔財這幾個老道。其他600多個道士聽從了太傅彰顯的勸告，皈依咗佛教。洛陽城郊內外嘅皇宮大臣、學者名流及民眾，共計1400多人，皈依嘅皈依，求戒嘅求戒，出家嘅出家。漢明帝還親手睇嗰啲出家嘅人說法。從此中國正式有咗佛法僧三寶，奠定中國佛教嘅法成。白馬寺位於中國河南洛陽城東12公里處，故稱金剛崖寺，號稱中國第一古剎，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第一所官辦寺院。它建於東漢明帝永平11年，西元68年，距今已有1900多年嘅歷史。以白馬為名，或為因明帝遣使以白馬赴京華，或為有外國王毀破佛寺，夜有白馬繞塔悲鳴。王即以未壞嘅招提寺改為白馬寺。白馬寺在我國佛教史上
佔有重要地位，被尊為釋元和祖庭，享有獨特嘅地位。勘破輪迴，一朝解怨。生死始於因果，活在世上就不要把恨怨放在心裏。有道是冤冤相報何時了，唯有以德報怨，才是結束一切冤怨嘅根本。用道德去感化，不要生起怨恨心。以怨報怨，永遠不能化的為有佛家禪氣。漢桓帝時，藩僧安世高不為長途跋涉來到中國。安世高係西域安息國，即現在嘅波斯的太子，人名安清，從小就聰明好學，對於七曜五行嘅天文學、藥材科目嘅醫藥學，以及種種奇術異能，甚至鳥獸嘅啼叫聲，無不通曉。一次，佢睇到一群燕子飛嚟飛去，就對朋友說：我聽見燕子說，一陣間會有人送嘢嚟。果然，過了不久就有人送嚟圖書。安世高曾經對家人說：我前世係個和尚。有一個同學脾氣好壞，好容易生氣。有啲施主做事做得唔對，佢就發起嗔怒嚟。我屢次規諫，佢都不思改過。我離開安息國時，同佢告別講：我要到中國去償命債。你嘅學問不在我之下，又精通佛理，只係你嘅脾氣唔好，容易發怒。如果不加克制，來生恐怕會墮落惡道。倘若我將來有能力嘅話，一定會超度你。說完之後，我嚟到中國嘅廣州，當時正遇到流寇作亂，途中一個賊少年睇到我，立即張大眼睛，拔出明晃晃嘅利刃，說：今日終於揾到你啦！我笑住說：我前生欠你命債，如今我不遠千里而嚟，就係嚟還俾你嘅。我面無懼色，將脖子一伸，任他斬殺。那個賊少年不由分說，一刀將我嘅頭顱斬掉。路邊圍觀嘅人看到後，無不為之驚嘆。我前生被人殺死後，便投胎在安息國人家裏，是為皇太子安世高。安世高為咗追求真理，解脫輪迴，廣度眾生，寧願把皇位讓給他的皇叔。佢自己出家為僧，讀過好多經論，對於小乘佛教嘅阿毗曇更為精通，又精通禪經。他在西域時遊歷過好幾個國家，四處弘揚佛法。漢桓帝建和2年，西元148年，安世高嚟到洛陽。佢到咗洛陽之後，不久就學會咗中國話，又譯出安波首爾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修行地道經、人本欲生經、阿毗曇五法經、四諦經、十二因緣經、轉法輪經、八正道、禪行法想經以及八大人覺經，總共有176課，197卷。他譯出嚟嘅經論多數係小乘法，但佢側重於禪觀，在義理上發揮得很清楚。江南有座鳳亭湖廟，裏面嘅廟神一向好靈驗，商人旅客都嚟祈禱。曾經有人向廟神求取竹子，廟神不許，那個人執意去砍伐竹子，用船運走，結果那艘載運竹子嘅船翻落水中，竹子依舊流返本處。當時安世高跟隨旅客30多人坐船到咗此地，船主奉上3牲求廟神降福，廟神降在廟祝身上說：你哋嘅船上有一個和尚，可以請佢嚟。嗰啲旅客都感到好驚奇，就請安世高嚟到鳳亭湖廟。廟神對安世高說：從前
喺外國嘅時候，我跟你一起出家。我雖好布施，但性情多嗔怒，被罰做鳥神。此處方圓千里都歸我管轄。如今看見老同學到嚟，令我十分歡喜。我嘅時日已經唔多啦，如果死喺呢度，只怕弄髒咗風水，所以打算前往山西嘅大潭之中醒命。我死咗之後，恐怕還要墮地獄度。所幸我尚有1000匹酬絹和一車寶物，拜託你用這些東西嚟建築佛壇，俾我得以投生喺一個好嘅地方。安世高說：我嚟呢度就係要度你嘅，因何不出嚟相見？鳥神話：唔得，我嘅相貌醜陋，人們看見必會驚慌。安世高說：無妨，有我在，佢哋唔會驚嘅。於是嗰個鳥神就從床後伸出頭嚟，原嚟係條大蟒蛇。大蟒蛇將頭挨喺安世高嘅側邊。安世高跟佢講咗好多胡人嘅謊言，又為佢念咗啲經咒。嗰條蟒蛇悲哀痛哭，淚如雨下，過咗很久才離開。安世高取出酬絹和寶物，離開宮廷狐廟，乘搭圓船出發。嗰條大蟒蛇又攀上高山，遠遠地送行，遙望咗好耐，才漸漸隱去。安世高嘅船到咗豫章，把宮廷廟神嘅酬絹和寶物變賣，並用所得嘅金錢建築一間東寺。自從安世高到咗豫章，嗰條大蟒蛇就死咗。一天晚上，有個少年到船上來向安世高跪拜請安。經過安世高加持祝福之後，少年忽然不見了。安世高對船上嘅人講：剛才嗰個少年就係宮廷廟神，現在已經得道啦。從此以後，嗰間廟嘅神就不復靈驗。後嚟，安世高又前往廣州，找到前生殺害過自己嘅少年。嗰個賊少年已經老啦。安世高來到佢個家中，述說咗前生嘅因果事跡，大家都好驚奇。安世高話：我還有一餘業報，必須前往會稽了結這一宗命案。個老嘅賊少年盡力追悔自己嘅罪過，並且跟隨佢到會稽去。嚟到會稽之後，安世高走入市集，被人用扁擔誤打在頭上，當場就死啦。個從廣州跟嚟嘅老人親眼見證咗因果事跡，方才感悟輪迴因果歷歷不爽，從此深信佛法，精進求道，並且把這一件真實因緣宣佈出